训练嘅高昌程度。據了解，會讓到山頂嘅安靜嘅環境，聽出空格。第四題出現，先來了解選項的意思，再來判斷答案。第一個，冇頭冇塔，意思是毫無頭緒。第二個，冇咋冇做，無法掌握，摸不着頭緒。第三個，冇按改，沒那麼容易。第四個，冇應該，不應該。好，前面一句是據了解，會讓到山頂嘅安靜嘅環境，聽出怎麼樣？我們將選項一一套用進去，應該會先3個答案，聽出冇按改，一定沒那麼容易。這個選項最合理通順。現在重新閱讀整篇文章，來檢驗帶入的答案。阿米上來後晚講，親像仙女下凡，夾巴嘴講阿米都能，拄到惡人無解殺，就前來虔誠教練訓練阿米。阿米真普當家，徛個從良進來進從，雖然去到以色列，不過佢讓到七家嘅真普，也去到達德的，有細節連到貴姓、算、年、七，也當上推難，有細節冇使你觸上，未想愛放棄。打敗阿米愛放棄嘅下，就會想到有人講過，危險係確定有嘅。不過錯驚也唔驚，卻讓七家嘅先出，到訓練嘅高昌程度，據了解會讓到山頂嘅安靜嘅環境，聽出冇按改。透過閱讀文章檢驗後，我們的答案就選1、4、2、3。